少宇帅哥，我早就发现你在盯着我看了。怎么样，还是我厉害吧？是，依恋最厉害。依然，梅兰妮姐姐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乖，去看动画片吧。少宇帅哥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依恋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做一个游戏好吗？是不是要玩以后再也不能提少宇帅哥和梅兰妮姐姐的游戏啊？不对，我们要做一个让大家都开心的游戏，就是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分每一秒，你做的事情都要让这个家充满快乐，好吗？好，我会听话的。我想让你快乐，也想让天乐快乐。依恋长大了，懂事了。你在看什么呢？我在看星空。哦，看星空啊？那你看的星空肯定比我看的星空大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长得比我高啊，离星空近啊。天乐，我给你讲个笑话吧。好啊。很久很久以前呢，有一根火柴呢，它走在路上，突然呢，它的头啊就好痒好痒好痒，它就挠啊挠啊挠，挠啊挠啊挠，突然，砰，着了，怎么办呢？这时啊，就来了一辆救护车，牙医的把火柴送到了医院。到了医院啊，他就包啊缠呐、包啊绕啊，被包成了一个什么你知道吧？被包成了一个棉签，就这样。然后呢，过了几天呢，他的伤就好了。他来到镜子前一照，你猜他又变成了什么？变成了一根啊牙签。真的，你怎么了？难道我说的笑话不好笑吗？啊，好笑。来，坐下。陪我看会儿星空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有一个地方叫特卡波，在地球的另外一边。
那个地方叫新西兰，星空特别的美。等你长大了，有机会带你去，好不好？好。我想跟这些小朋友玩一会儿。一会儿吧，那去吧。玩一会儿就上来啊。行。注意安全。哟，小心小心！姐姐帮你们玩好不好？来，姐姐帮你们玩。坐上去，来坐上去。好玩吧？来啊！少宇帅哥，我早就发现你在盯着我看了。怎么样，还是我厉害吧？是，依恋最厉害了，每次我都赢不了你。少宇帅哥，你什么时候走的？你怎么走了都不跟我们说一声啊？我都快想死你了。我上次有急事要去处理，没来得及跟你们说，对不起啊。我也好想你们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还要听你给我讲小王子的故事呢。还要再过一段时间，等我回来就给你讲故事。你知道吗？天乐还有依然都在家里等你呢。我们去找他们吧。来，走。现在还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急着赶回到上回给你讲的小王子的那个星球上去，有事情要办，来不及见他们的。是吗？少宇帅哥骗人。其实那都是书上说的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小王子的星球。当然有小王子的星球了，这星球上有特别好吃的东西，还有好玩的，住的也特别舒服。等我下回回来就带你去玩，好不好？真的？真的。不许骗人。不骗人。拉钩。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骗，直皮就是小狗。盖章。盖章不做小狗啊！我不在的日子，你要乖乖听话。我会听话的。还有，我今天来看你，不许告诉别人。为什么不能跟他说？我想给他们个惊喜。我想下回我回来的时候，带着你们3个，天乐、依然、你，再回到小王子的星球上去玩。你如果告诉他们的话，不就没惊喜了吗？那好吧。你放心，我不告诉他们。真好。但是少宇帅哥，如果你到了小王子的星球，我想你了怎么办啊？我能不能给你通电话？行，那我告诉你个号码。怎么样？有没有记住啊？记住了。就你聪明，但记住了不许告诉别人，告诉别人的话，我不再回来喽。那我不告诉别人。好了，快回去吧，一会儿依然该看到咱们在一起了。那少宇帅哥，你到了小王子的星球，一定要把我接过去哦。那你要记得想我，要给我通电话。好，想你，给你通电话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好，少宇帅哥再见。依恋，让我抱抱你，来。
好了，回去吧。妈咪。乖乖的。最近好吗？挺好的。你呢？挺好的。家里我都安排好了，你不用操心，就忙你的工作。你要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你直接告诉我，怕我忙，想不起来。你要喝汤吗？给你盛。我给你们跳支舞吧。老师刚教我的。